痛風痛到入心入肺，中醫有辦法。呢啲高嘌呤嘅食物入咗肚之後，身體就會代謝出尿酸。尿酸如果排唔走，就會變成一粒一粒嘅小結晶，即喺關節嗰度。一到時機成熟，就會發威啦，搞到隻腳又紅又腫，痛到嗌救命。所以想同痛風講拜拜，要管住個嘴啦。中醫有3大止痛神器。第一，一味中藥當茶飲，佢就係車前草啦，可以排走我哋人體嘅尿酸，腫痛自然退得快。第二，針灸，經絡通咗，痛自然就會走佬啦。第三，刮痧，沿住經絡輕輕地刮一刮，將邪氣排出體外，紅腫熱痛即刻緩解。記住，睇咗醫師先，自己唔好亂嚟，乖乖聽話先至好得快。